即马网络直播是真时行，伫线顶会当熟悉无共国家的朋友。台南市的丽人国小带学生囡仔甲外国人了解咱台湾特色的料理，互囡仔练习用英语来交流，互相认捌无共款食食的文化。轨道顶摆出真侪好食面的模型，学生囡仔认真咧向美国犹他州的师生介绍咱台湾的料理。你要把它做的真的很像真的，然后要让那些线上的朋友们觉得，哦，台湾的东西看起来真的很好吃，也想要来品尝，就对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印象。台南市的丽人国小推动介绍在地好食面的特色课程，结合美术课制作的模型，予6年的学生练习讲英语，参全球各地学生伫咧线顶互相了解无共款的文化，视野就会变更大了。这样我们还胆识变得更大，而且就不会害怕跟那些外国人交流。阮进就含日本，嘛含俄罗斯，再是含美国，嘛含韩国，希望的是咱的囡仔会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。社会、历史、环境、个背景安尼，有囡仔越来具有国际观，有因认过学识愈来愈充分。学生囡仔拢真欢喜，会当熟悉到国外的朋友，嘛渐渐变甲有勇气来讲英语，介绍家乡。校长王全兴嘛表示，透过所谓国际交流，希望培养囡仔的国际观，嘛希望互因的世界愈开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